最近大疆同影石都發布咗佢哋最新款嘅旗艦手持雲台相機，咁琴日我就去試咗一下，大家睇下一個對比。首先試嘅係一個跟隨功能，放喺台面嘅情況下呢，睇到係兩個跟隨速度係唔一樣嘅。另外喺變焦方面呢，好明顯睇到大疆嘅變焦速度係更加快嘅，但係影石嘅長焦會更加遠。但係美中不足嘅係大疆只有6倍變焦，而影石呢有足足12倍嘅變焦。但係影石都有個致命嘅缺點，就係佢冇辦法影到好似大疆嘅一種攞搖桿控制嘅環繞。從行進間嘅轉向同埋之前嘅人像跟蹤嘅功能呢，可以睇得出兩個雲台相機嘅功率並唔係咁一致，同埋佢嘅跟蹤算法呢都有好大差別。同自拍唔同嘅係，跟拍嘅過程中，兩個雲台相機都冇丟失任何嘅對象，即使有前方嘅人作為阻擋，都係會跟返原對象。